嚟到2026年第41條咧，佢就提到 Vita 就會喺90度至到360度之間，就想知道翻以下呢一條嘅 equation 咧，就會有幾多個 roots 啊？咁你睇翻以下呢一條 equation 咧，咁我將呢個 sin Vita 我就寫做 sin x 方便啲我去寫啦。咁同咧就要意識得到，其實佢係可以轉化為一條 quadratic equation 嘅。意思就即係話，如果我將呢個 sin square x 我就睇作為呢個大階 a 嘅話 ，sin 嘅4次方 x 咧就會係等同於呢個 a square。因此題目所俾嘅呢一條嘅 equation 就可以寫得到 6a square 再減 5a 加1咧就會等同於0噶。因此咧，當我哋 solve 以下呢一條式嘅時候，個 roots 咧就會係等同於 sin square x。咁你 solve 翻佢嘅時候咧，就會得知道而家 sin square x 咧就分別就會係1/2。以及咧 sin square x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1/3㗎。咁留意住啦，當我哋 sin square x 等於1/2嘅時候，亦即係話等同於呢個 sin x 咧就會係正負嘅開方1/2，以及右手邊咧 sin x 就會等同於正負開方1/3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想知道有幾多個 roots 啫，我哋唔需要知道實質嘅數值㗎。咁同學就留意翻啦，由於 theta 咧喺90度至到360度之間，所以只要撇除咗 quadrant 1嗰啲 roots 咧，我哋就得知道左手邊呢一 part 咧就會有3個 roots 啦。然之後右手邊咧同樣地都有3個 roots，咁 total 咧就有6個，因此呢一條答案咧就會係 C 㗎。